收看乡亲同乐会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福珠。大家好，我是吳永平。哎呀，又見面了。又見面了，真冇假嚟咯。係啊，你快嚟到高雄哦。哎呦，你喺嗌嘅妹架，咩嗌妹架？我娘没愛假。喺嗌咩嘅妹架？啊，你喜歡開場都給我亂講話，嚇死基我！本來都嗌媽媽嘅故鄉。娘媽媽嘅故鄉，嗌嘅愛假。面濃啊？嗌面濃啊？咁強強哦。係啊。哎呦，用輕哦。日日嚟打天花板嗌嗌咩啊？你板正。做嘛他也反正啊？冇啦，開玩笑而已啦。嗯。哦。哎，你不要亂講話哦，對不對？你這樣你公安法，你會引起多少那個紛爭呐？嗌開玩笑的啦，開玩笑的。沒忙啊。好啦，阿陽繼續嚟介紹評審先生。客家新傳師吳傳林先生，客家音樂經理龐嘉寧先生，客家新傳師潘秀峰先生。阿陽繼續嚟看第一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钦定嘅，香港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掌声鼓励。Hello， 你好。漂亮，謝謝。哎呦，你更漂亮。這種可愛的多來幾個好，多好啊，對不對？你覺得我怎麼樣？你還好嗎？你老實說沒有關係。他太可愛了吧！我想把他帶回家哦。他覺得我帥到沒話說。謝謝，謝謝。
谢谢。嗯，对，好了你今天打扮谁帮你打扮的？妈妈，妈妈有来吗？？哎呀，你们妈妈、爸爸还有阿婆会吗？没有。阿妈，阿妈那是呀。阿嬷。啊，你好，你年轻的阿嬷好。哎呦，你懂得印象呢？你今年几岁啊7岁， ？7岁，听听哦。 7歲哦，慢年講彈下嘅欣賞，欣賞欣賞，哦。今邊欣賞冇來哈？欣賞聽。欣賞有來啊！葉老師，你教這麼麼小的哦？好厲害喲！哇，你這樣學多久了？ 1年，一年了，而已哦一年了，哦，一年就學一年就可以有這種成果了嗎？好厲害哦！沒有，我跟這你說，應該是分支如果支如果你要學的話，可能對要30幾年了。嘿，按用來談困難，你嘅評審欣賞，用扮演讓你評判好冇？那他們是你看不出來，哎，講話有很冇標準哦。我跟你說，我們就來聽聽我們的老師來跟你講評。來，吳川林老師。我看到安尼主持人講嘅客家話吼，冇人妹妹講嘅客家話唔標哎準，呀，所以佢講嘅客家話當標準，韓國家創嘅嗰位吼，韓國標準。葉老師，請問一下，你有在收那個客家正音班嗎？這麼大的？那個係將回去吼，好好講鹽開嘅，哦，看一百看見到揾鹽開來表演。下次你要不要跟我女兒 PK 一下什，麼你？好不好？好啊，哎呦，你女兒會？我不該下站帖的。我希望我女兒爭氣一點。啊，好啦好啦好，還有時間啦好哈。等她哦哎呀練好就跟你講，好不好？好，按樣來看譚坤啊，3位評審欣賞哈，有辦法來一致同工哦。給燈。它漆会堆叠，它就会变很重。特別啊，因為這個就是像那個畢卡索的畫，都看不懂啊。3位評審欣賞哈，有辦法來一致同工老師請哦。給燈。用上3大棒了3大頂，獎金拿出來嘞！好棒哦！嗯，平時要加油哦，加油！好嗎？好，好，好繼續加油，去誰聽聽呢？好棒哦哦，而且又好厲害可愛，笑容又很好，哈，嗯超棒的。看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哦。
掌鼓励。应该冇想到，俺向前腾到飞哈嘿，哎，除了看到舞头啊、动感的啦，我们的静态也看得到哎。哎呀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太卡后，我是若星，我今年20岁。听说你是从很小的时候喜欢这边涂画画的这样嘿子。，小时候喜欢画画，然后开始喷漆画是3年前，高3的3时候。年前，那你有成立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吗？嘿，有，像目前有，嘿，那边教学生的。学生还没有，现在就是出去摆摊，然后平常接案，那可以刻字化吗？可以。就是比如说他坐在那一边，人形那你帮他喷这样子，可以可以喷他，有哦，哎呀，照着他喷。对，也有哦。就是你是说他这下面你现在摆在这边，然后我人坐在这边，你就这样子喷，哦，那个没办法，可是有些这样会喷到人吗？我对想说，那他应该活了不久。像后面这个是有些摆摊，然后他拿图片给我看，然后我就现场画、现场割。这多久要换一次？这个哦，我觉得太重就换了，太重，为什么会太重？它漆会堆叠啊，就会变很重。所以它原本可能不是这么厚的，是不是？会越来越厚，这样嘿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子积起来的这个板子还蛮好看的，买回去啊。很特别啊。因为这个就是像那个毕卡索的画，都看不懂。好来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他平常的还有其他的作画，作品，对不对？好棒哦哦！而且还有所以你彩色的，彩色的。我发现你很喜欢画狼哎。嘿呀，这个是有什么其实是狐狸啦，哦，这是狐嘿狸。呀它尾巴比较毛一点，那边是兔子，还有长颈鹿，对不对？这个然后是最下面那是什么？大象。哦，大象。麋鹿，嘿，对于我们这个这么特别的一个才艺，我们的那个彭老胖青师，桑，我真的是开眼界了，因为第一次看到喷画，而且是现场，不简单哎，真的真的。因为对我们完全没有绘画天分的人来说，真的很厉害，对真的谢谢很棒。这样对，用一种艺术的角度去是看每一幅画，所以是每个人的艺术角度是会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那种主观是跟客观是不一样的。是就是我今天看到这一幅画，我就有我自己的感觉。然后如果彭老师看，是老师感觉，3位老师看都不一样的对，感觉。每一个人的太神奇角度都不一样。对对。你看等于是白你要问他吗看了。可是我倒是对他的那个口罩还蛮有兴趣的，他这个是那个是好什么？像防毒面具，耳机是不是？耳机啊，不是啊，不是，这追求是防毒灵感的面具。哦，防毒面具。防毒面具对啊我想说你刚刚这样子戴起来，很像在边听音乐边作画，才有那个感觉。这个就是保护自己啊，保护因为自己对啊，对对对，长时间吸不好。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才华。那可能未来你会延续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作品出来。那希望你的作品是可以到各个世界去展览。到时候我们有机会看到你更多的作品，没错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这幅画才20岁而已。对呀对呀，献给我们的乡亲同乐会，我我觉得好棒哦！哦，用来看一下3位评审欣赏哈，有办法一致通过吗？老师，请给灯。 3个人，好，总结。好棒！那这个就是我们客家乡亲同乐会给你一点点小小的鼓励啦。好，希望你多多加油努力。很棒哦，加油哦！哎，看好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西摩的汉江，西摩的汉江，唱足解奇花。拍拍经啊，刺风风的水顺，母子啊会共花。西摩的汉江，西摩的汉江，酸高的妙淡花。标准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第二香。 风花又结叶来摘，西摩的安江爱马桑，爱上的诗人又飘送，爱爱不爱茶。风
结业来早，西摩的安将爱马送，爱散的思念又飘送，爱不爱藏。西摩的安将，手捉甲伊枝发，拍拍的牙齿，风风的嘴唇，母子阿未讲话。西摩的安将，西摩的安将，酸高的妙淡花，标准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第二声。风花又结业来早，西摩的安将爱马送，爱送的思念又飘送，爱不爱藏。风花又结业来早，西摩的安将爱马送，爱送的思念又飘送，爱不爱藏。送上鼓励，谢谢，你好，这是你好，太感好，我是陈一敏，创歌的创19的，哦，大概也昆雅的舞台经验啊，跟刚刚的那一首《西摩的安将》，西摩安将其实练大概练习练唱，古种你唔系客家人哦，唔系，啊你堂也是客家人。堂也是合法，是因为以前的唱歌的老师，我的音乐的启蒙老师，是，对，他是客家人。你除了参加那个客家的歌唱比赛，还有参加别的吗？有啊，之前有，像之前我们的热闹打擂台，我有去海选过。闹热打擂台。闹热嘛，对，那个时候也是那个海军你主持的。嗨。对，那个时候你还给我下了一个评语。哎呀，真的。你说。我那么有勇气。他说哈。他怎么说？你跟我讲。我那个时候海选唱的歌曲是客家本色，结果唱完之后他就走出来说，他从来没有听人家客家本色可以唱成这样子。唱怎么样？好还是不好？就是太震撼了。现场来个2句好不好？加分题哈。OK， 好啊。通山高台湾，无半点钱，3万大点江山耕田，熬姜草刺几10年，不生麻烟。世世代代树，安样群剑传家，2、300年无改变。精神无体，云烟。真紧记的迄落呢，拢阮讲的哦。好听吗？好听吗？因为堂哥安尼好容易从客家本色创作按标准的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。去比天川日的那个客家歌比赛的时候，其实就慢慢的去了解到，客家的文化，客家的美，很棒。好啦，按用来弹看那个。书欣赏。天欣赏，欣赏你好。你面欣赏哈，刚从中国的时间哈，安尼迄老木族小的谈的时间，哦，还没有哟，那个西摩安将用我冲我比个年冲咋冲下那好。不敢。真紧呢。演唱者就是罗时丰，错，冇必看到，冇必听到。冇时间看节目。因为本身也上人质哈就非常的好，懂磁性，好，嗰时候嘅唱歌嘅当然就嘅当我谈。希望汉版有机会做得床头看到上天使，尤其係上一啲向前。同樂會韓國人哋鬧熱大擂台來比賽。好了，接下來跟3位評審欣賞有辦法一次通過嗎？2個燈，2個燈，3個燈。
30题。奖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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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就是直接出赛、直接决赛的，就让你得奖金了。真的，直接谢谢。出赛，直接决赛是什么？直接毕业的意思。哎呀。哦，今天呢？所有的那些表演的节目吼，都好精彩哦，有动态的，有静态的。刚刚有看到有艺术类的，对不对？你也想学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学不来，学不来，我没有画画的天分，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啦，向前同都飞啦啦！好，今日辛苦3位评审先生，还有今日嘅表演者，还有电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嘅收看哦。向前同都飞，大家来上飞，所以再见。